嘛该香蕉的炒牛肉，青椒牛肉，就好比志明跟春娇 Q 牛。咱最今天的做个料理嘿，葱包牛毛包，老牛毛毛拿去包起来呢。哎，我们等一下铁扇公主都来了，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因为牛肉其实可以生吃啊。可以生吃，先吃看了。有没有香？哦，有放一点米，弄都是薄的，哎，米筋啦，吃我刺一下，我刺一下。来，这个可以。我觉得有点像牛柳哎，对不对？还是 Give 去写牛柳？好吃吗？是蒜牛肉丝。好看。你们两个其实发型蛮像的。哎，真的哦，阿金哎又让穷放平山很吗？你俩夫呐？你他斯文吗？哎，他是说你比较屁股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欢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中白跳。今日同歡迎呢來到桃園的中樂亞嘅 V 手，中樂亞特別有當到好朋友哦。哎呦，我的好朋友今天來了。誰說那是你的？哎，傅聰豪嘅好朋友，等下母雞什麼？哎，圈黑了，我們兩個共有的共持有。現在分享到今日嘅師傅，提前嚟分享到李志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李師傅你好，還有親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大家好。你好。李師傅你好。好，提前呢先來分享到我亞族嘅，分享到嘅兩隻阿姑，歸隱記行間用力，分享大家好。歡迎。好，咱們今天會分享到的係爸爸老家妹哦，就是我們兩個共同持有的好朋友，早上分享貴姓阿哥，還有李家。大家好。嘿，李家，你說我是你好朋友還是他？是誰的？你自己選。都係好朋友。不行，今天一定要分出個勝負。不要再有讓節目難做的。全部都係好朋友。全部好朋友。爸爸不是啦。好，大家呢都係猜題非常厲害，又係主持人，爸爸又係你非常厲害的創作家。來分享一下中樂嘅特別有乜嘅步驟的老太家講一下冇？兄弟有什麼？哦，中樂哦，也冇講大家唔知。哦，中樂有三步。散步。第一步就係保念啊。保念啊。保會用啊。保念啊。第二步係乜呢？剃頭湯。剃頭湯。當香當我說穿鞋界當要咩啊？你有帶來嗎？有帶來嗎？人一樣帶過啦。第三步呢係乜嘅步呢？就係牛肉麵。我還以為你要講李家的。當集。咁你有帶來嗎？人一樣帶過啦。咁下啲班我來參加，今日特別有乜嘅中樂嘅步驟老師睇分享一下，好教好料嘅。龍崗圓環有那個米干，哎，剛才已經聽我寫的。雲南米干。玉林呢？年輕人會去哪裡玩？玉林。我都在家裡啊，煮菜啊。哎呦，就在木卡煮菜，他都在練習比賽。為了今天。對，一生你都在練習，一出生就是為了要報名。對，真的。我覺得今天兩隊本來就愛煮啦，不是就好煮。對。那你係家庭主婦嗎？對。冇上班嘛，哈。有上班，就休假就在家裡煮菜這樣。被找好煮菜，所以我們勝券在望。雖然李家是我好妹妹、好朋友，可是我今天呢，公平、公正、公開。對，因為我還是得要幫我紅隊。好，毛母雞。你就只能夠說你老弟聽話要煮，他熟。哎呀，他一般都係參加。好啦，先看一下，今日就同佢料理係做乜嘅嚇。好，來看啊。好，你好，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，今日主題嘅料理都帶平平中辣嘅三寶之一哦。鐮刀嗎？喂，嚇到邊哦！來，鐮刀來咯！哎呦，有條嗎？梗係牛肉。誰喜歡吃牛肉的有嗎？我有沒有？當。係啊。好，唔該你今日分享到嘅係嘅牛肉達人。還有牛肉的達人。不是牛肉，不是牛本人哦。等一下會有一個乳牛跑進來。好，來分享到嘅總景品總太哥。來，哎，有像哎，有，而且有帥，很有型的，你應該有演戲吧？啊，沒有。好了，放下牛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帶來這個就是毽子心啊，我們對，毽子心都那道 V 耶，在身體的哪裡？毽子心哈，除了係一條牛的胸腳，胸腳嘅毽子，
呀，这个皮师傅一样吗？嘿嘿嘿嘿。哦，就是前脚的迄花剑，对，后脚的就会剑心一。条牛只有2个，是不是？剑子形。两诈骗。哎，哎呀，你讲啊！一只牛只有一条哦。那我们今天只好先试试看，这个也不错的。有牛肉汤对对对。牛头。这个该不会就是剑子心了走哎？对，剑子心，真的剑子心。来，最好看到底度有用件已經步到落落嘅，試試看啊！來，好，哦，好軟，哎呦，好鲜哦，有軟，羊，好什么？好吃，好吃。再講起來好好吃哦。難怪係散步呢，真勁好食。好，馬上呢就要拿入從來第一步牛來做第一次料理嘅挑戰，誰來進行咯？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啊！呀，個牛嘅大戰呢，最主要嘅係各家選的牛肉，而且買到好嘅牛肉。要上肉。一個關鍵嘿，接下來糖下吹食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香蕉的炒牛肉，青椒牛肉就好比志明跟春椒 Q 牛一樣大。给他畫龍點睛，對我跟你講，來，我們藍隊的我不用畫龍點睛，嗯光是2位主持人取出來的名字，我們聽聽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藍水今天會走改料理嘿。蔥包牛毛包，哎呦，毛，然後牛毛包拿去包起來呢？哎，我們等一下鐵扇公主都來了。有一點厲害哦，厲害哦竟然在八公面前請出牛魔王。哦，太感有信心嗎？有有。雖然今行比賽都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過去。哦，我們這邊呢，實實在在兩位都懂會做菜，而且了不起。我們旁邊的玉玲看不從出出來，生就在準備這一集她。要當阿婆了。阿婆，對，你們檢討一下。真的。哎，你太快了。來看一下。好，好的。沒有，黑毛玉玲姐，我本來以為她跟我差不多年紀。我剛剛說玉玲姐你太快了哦，她瞬間把刀子放下。給走，給走。生意少哦。玉玲姐，你們做亞生爺給他耶25、24，亞生爺老五差不多。對啊，所以是你兒子太快了呢。他保養得很好。對，保養得很好。哎，你講你全係豆腐蝦煮出來係煮本台架式，台架式啦所以你們是大家庭一起住咯。對啦，对，哦，我們的牛有先滷過係嗎？有，好呀，跟有先滷過誒，滷過嘞可以切成一絲一絲的嗎？這都是洗而且是有尬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因為牛肉其實可以生吃啊。可以哎呦，可以。但是我比較喜歡吃5分熟的。 5分熟是嗎？放在嘴裡。顯示快樂。有沒有香？哦，有放一點米，用到是薄的。米酒啦，米酒啦，還有鹿馬蓋、米酒、米酒個蒜條米個條油。好，技術先來做，等下咱都轉了。給做，強下做哈，做得強下做哈。宜家你就不要再裝了。體不要再都然後你整周客家就不是都在假裝嘞，平常都不開有做菜嘛。冇呢，哎，你這麼誠實。來，你嗰邊。那對盆蓋片了哈。哇，哇，調節一起嘞。好快了嗎？開屌屌啊！我們等下這個應該很快哦。哇，你的指甲好漂亮哦。漂亮哎！這是我們剛剛化妝師幫你畫的嗎？時期太後有感覺。為了這個節目，哎，這不是重點好嗎？好，了不是重點。好，安因是好嘞啊。啊，今年有冇強下來報名參加？啊請啊，請哦，係你報名的哦。嘿，咁樣誒。哦，阿媽噶，有。煮菜的時候是很討厭被煩，特別像你。雖然佢係本應賴狗都有，但是我發現他應該有跟他的設計師講好，今天早上6點開門就要先去吹頭髮。沒有，沒有啦，阿姨那個年代頭髮都是這樣哦，的。真的哦。其實你也不差，你們兩個其實髮型蠻像的。哎，真的哦，阿英係要讓強半屏山係嗎？人家師傅呐，你他斯文嗎？哎，哦，他是說你比較屁股。哎，斯文我聽得懂哦。斯文啦。師傅，冇咧，佢兩種動特別呢，佢有然後用粘呢。粘呢。哎，我媽媽也是這樣做。調味先來是不是？對。
仲會我喺咁病咧。安人會較準啦。太远了，米头。哦，好，那先不跟你吵架好那。对捧该去救一片了哈。下李佳好了。那么快有点。样懂不？以為啊，这个就是你的贡献。對你的不错，是不错？有练练一下哦。这个要练吗？好了，我帮你跟大家讲。捏了。哎，你要吃到李家早做料，一定要吃到青江菜，因为它唯一有做的就是烫青江菜，没有含有摆盘，还有摆盘。啊，好吃哦！夸张，好吃哦！妞妞啊，我係做法是咁嘅，因為唔好撈葱啊嚇，偏強下，換葱拍葱槍，做啲顏色嗰卡醬，所以你要先燒熟一下，所以過油，過油係啊，厲害厲害，誒就你係推動厲害都哦。卡都會爸爸做料理嗎？跟媽媽、阿爸沒都有。哦。啱啱係挺少嘅啦，哦，誒打雜。然後他真嘅那牛魔王是在家裡，今天沒有來。媽媽，我嗌老太阿公嗌爸爸要快過傳堂哦。我們真的要快點，因為紅隊好像起鍋了。哦，要人啊，係啊，快咯。誒你唔好嚇做素面，誒你嚇上盤法打ที一面啊，對，你就繼續打節目啊。打條命。而家做啲客車面掉，或者你識唔識過油啊嚇？爸爸很厲害。哦，你阿 B 會走啦，哦，有隻盤你我們剛剛有加糖哦。差唔多過年嘅邊。要解釋你解釋。好，那就差不多過一個片看我們過去那裡好了。好，因為這邊有點，你們自己處理好了。父女那個培養一下感情。你不要吵人走嘞，我們要起鍋了。好嘞哈，起鍋了。吃上去，我刺一下，我刺一下。來，這個可以。我覺得有點像牛柳哎，對不對？還是 keep 住寫牛柳？它這是肉絲，肉絲牛柳好睇啲咩？它是蒜牛肉絲。嗯，好看。又好血統。哎，手好嘞啊！係啊。哦，因為擺盤呢，那我們是不是又要再回去救牛魔王了？哎，我們這是牛肉紅綠燈哎。對啊，緊緊牛肉哦紅。綠燈吼，對。鳳嘅牆嘅，老公呢？全油誒。哦，凍家常嘅多菜啦。啊，你哋下龍沙係強下大嗎？冇，大 QQ 那些。 QQ 你都點啊？哎，QQ 紅的啦。我們這 OK 了，怎麼辦？你的李家那邊，你敢因為嗌過來嗎？好，過來看啦。哇！哦，一下，嘿，嗌隻過油以後，嘿，按着料起來，嘿，料起來，爆香，嘿，爆香。係啊，係啦，然後按落葱爆牛肉，葱爆牛牛魔娃啊！好，啊隻牛肉唔是全熟，啊7、8分呢，按樣哈，食起來落在當好，係啊，好啦，不要入啦， 1分鐘，1分鐘。對，牛牛手按用7、8分是獨哦。可是老師，阿牛沒有符合題目，按牛魔王在哪裡啊？辣椒就說在家裡面。辣椒，辣椒我食牛魔王係啊，因為佢放色嘅嘛，哦，按啲時間啊，差不多。好，做得差不多的哈，倒數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要吃吃看那體管力度內部卡米西靠實的。耶！好，今天的那個牛肉泰戰、牛肉大戰都在兩家不會用班呢。當然係牛魔王啊！可是我們有3種顏色哦。哎呦，我們這是李家擺盤的哦。啊？好啦，7款。哎，不過你們的紅綠燈警定就是這樣有厲害吧？是嗎？可以了就懂講吼。係啊，他就已經把溜溜嘅感覺呢。吃吃看哦。來。蛋腸皮實凍香嘞。好吃，好吃。你滿意哈？感覺就比入口凍香。老師，你吃到呢？係，好食是好食啦，不過多少要炸嘅感覺啊。哦，厲害哦，高手哦。啊，等下嗌嘅牛魔王，哎，拜託大家都感甜下先啦啊。係啊。哎，要聽會出來哦。來，等下7款哈，立家佬給爸爸做嘅，我們這個牛魔王。不過等下應該提出來做立家做的料理呢。真甜。對啊，
你是哎，你要吃到李家早做的，一定要吃到青江菜，因为它唯一有做的就是烫青江菜，没有含有白盘，还有白盘。哦 OK， 有这么好吃，我来吃看。哇，好吃哦！啊，好好吃哦！哇，这好吃哦！快两斤马上下次好吃了吧？这样哈，哎很好吃哦！哎，两盘，哎，果然很就看我错汤点哎。哦。哎呦，来换你们，又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们太平淡了，他们一直按耐。不会啊，请进就好吃。这个牛肉就选得好，对啊，真的。不过我们也要夸奖一下青江菜，不然青江菜会难过。那调港泡也是不错，对，有一种死灰复燃的感觉。什么？好，紧张的时间到嘞，现场的你嘅李师傅抢本分数。好球！两下看一下，青有凤70伏。哇，这够2分呢！哇，讲一下。倡议。好，先讲。其实啊，两边都炒得当好啦吼。因为那边牛肉用较好啦，老实话讲。再来处理的方式，跟肉又变又较嫩，个加个米丝较油出来，那边较无牛肉的米丝。你敢说我这个没味道吗？米饭。可能係，我就做緊牛肉係做半熟啦，所以幾好 Q 彈嘛，幾好嫩啦。完全是因為你有小排的關係。是嗎？啊，其實係已經有㗎嘛。你看上班没下空，佢會甲上加一般的甲葱爆牛肉，佢都係用甲牛條肉，你切絲啊，凍特別提供時嘅講，佢用甲牛小排凍加粉。你片未講未凍好啊，因為佢甲牛肉嘛，你做得韓國含嫩一點嘅。是變得凍好吃的，是差別凍啊，因為永片都做得凍。他快哭了啦！永片都做得凍。竟然讓慈禧太后哭哎！而家等下做東西幫你寫哈，好，唔怕，等下踢一管聽聽，不要緊張，好不好？有我在。然後呢，大家先休息一下誒，等下隨來看一下今日齊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要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齊師傅帶來的料理真的是太厲害了。我這一組是帶着必勝的決心，一聽會生動。紅隊，好不好？我們今天一定要吃到這料理。哎，他們考慮了一下。先聽一下菜名好了。客家芒劍炒牛肉。芒劍，用班講芒劍咧，正經嘅芒劍係嘛？你係乜㗎？金箔。哇，這個金箔呢太厲害了。啊，那個是和牛，等下係和牛，還是你不用做了，你就直接煎一煎給我們吃就好。其實你光這兩個食材就很厲害了。冇啦，因為根本應該係我們還是一個客家節目啦。對。客式嘅方法做嘅，好，你係乜㗎？客家係咁㗎，鳳蟲條最具代表性嘅，你係乜㗎？9層塔嘛，都油安用嘅，你係咪客家乜㗎？茄子吊菜嘛，係乜㗎？具有客家代表性嘅，你係乜㗎？幾種啊？桂花釀。桂花釀哈，你係皮鵝哈，那個汁是什麼汁啊？你係烏醋蒜絲，蒜絲哈，你這樣看好哈，好了，開始了哈。啊！哇，這麼高檔的肉就這樣子。好，我根本要做不一樣的料理方式，分頭幾個看啦哈。該不會是要做出金鐘獎盃吧？哎呦，我看得出來，我們可以先 cue 一下那個牛魔王了。走得起啊！你今天的擺盤很用吧？要不要跟大家講是在哪裡買的？對啊，牛魔王登場的話要請桂英姐拿一下。你係請嘅牛魔王哦。根本冇可能嘅料理方式，我弄啲，我大下冇開火哈。這下面完全沒開火。對啊。好棒哦！啊，剛我就可以吃了哎。冇，我會按樣做的意思是講，放幾間牛肉啊，先鎖住給添味。鎖黑了。哎，老師，那會需要先撒一點點海鹽什麼嗎？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方式還冇恐龍哈，按樣說，我都先開火油哈。再開火。然後開火。那個也先切過啦。先切過哈。好，你要試先。滿開火哦，滿開火。葱本身有點餘溫。餘溫那樣到底時候做得咧？
不是斤重，我们没有计时啊，摸黑啊，没有。你今天带这么澎湃食材，我们让你做1个小时。就然后停的做时候了哈，要掉线了，4季度，剩一对哦哈。哦，用泡诶。哦，好，整好。哎，嚟喎。那四季條唔是先狗粉哈？唔是第三波是昨天看，因为俩蛤蟆比较慢熟哦，掉出来哦。这会飙吧？掉出来哦。它不是有水分吗？因为我把它挤干了。你刚刚有先。好。好。那我们要不要让观众再回味一下，怎么样才能让那个屌球的皮尾复复诶？哦，用破果，像安于我们有点的时候。好，好了，切差，那一半变了了。那个和牛的原来味道。是用炸的哦。哇！哎，这个位置很好哎，你们要不要站过来？这边很香。我们这个是和牛摇滚区。生意对哦，这样很危险。生意哦。唔係。好，不用老皮。好。这个颜色懂讲哎，而且紫色跟绿色对比色哦。好，它的表嘛改桂花酿哈。金箔的部分没有用到，我可以带回家。有吗？被发现了。桂花。哎，不死莫告。他们。老师，为什么要加桂花酿？客家的味道啊，客家的梅头。好，要么改牛肉必备。海盐、玫瑰盐，哦，好香哦！你試那款，試看有香嗎？我也要吃看啊！老師故意拿沒有那和牛的起來。哦，試看，做咩新鳥哦？鳥嘅主題哦，哈。來，有沒有看過有一啲嘅香梅啊？桂花釀。對。好，因為水梅，因為滴滴的用烏醋。那放烏醋的原理是什麼？放烏醋原因是我想要就是像我们你家建牛派系叫我表嘛讲红酒嘛，哎红酒醋嘛，哎那边咯，该客家算是好浮夸的东西出来了哈，哦呦，越来越浮夸了，流亡。好，你这个为什么不借李家他们呢？啊，金箔真的，跟他没兄弟来家应该借一下的。这个怎么办？吃下去。吃下去吗？这样很排你示范。你是想另外一面也裹金箔吧？太烫哦，这怎么办？哇！哦，整碗都这样没了。是要给我吗？谢谢。阿罗，买9年就以利亚得金钟奖的，可以干亮哦。可以。柠檬鸡，你问他。柠檬鸡。哇，那这个怎么办？我可以加一点海盐吗？做得。谢谢。按用示范性哦，客家黄金炒牛肉。爽拽。客家黃劍鳳牛，嗱皮都嘅一層一層嘅黃劍加上鳳牛嘅米湯，鳳吹拜託一定要養好冇？應該要一定要養，拜託。誰吹中應該還要吃狗鏈呢？哦，那你們兩個也想吃？對，那就要看題目咯。好，先看題目。來啦，鑼鼓語言講，滿呢釣牛角，兩句話係比比係乜解的 ？A. 自作聰明 ，B. 莫繞莫緊。先猜拳，先把答案標到心度吼。我們先猜拳，應該是沒問題的。先猜拳，好不好？玉玲來猜。好，我們誰來猜拳？然後嘞，好，行卡頭前對吧？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謝謝。哎，不過我答對哦。A 也係 B。A，我們很確定。好。A 和 B。好，多帶。等一下，老師你覺得呢？吃到嘞，我吃到係 B， 冇關腰，哎呦，關鍵腰，多帶。那我參考一下。嘿，
答案公布咯，答案係 B。我定对了，和牛斗在 B。哎，先讲一下。要唱翻你啦，我要補充一下。係啊，好，滿呢咬牛角，根本冇法咬落去，比喻係摸到摸緊，摸牙摸鼻。摸到摸緊嗬，所以係答案係 B。那太盘呀，都没生唔太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子好了，因为今天我们有加黄金嘛，对啊那我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得金钟。那金钟就是一种分享喜悦的一种情绪我。们先请庆功宴，哎，庆功宴好不好？抬杠冇，我要你都先洗頭咧啊！啊，真的哦。係好，哇，哇，你们那太多了，我真的吃都要补一些补人力等下这个。客家人没有这么没有人情味的，买公真给呢？你们这样没有客家精神哎！妈妈，昨天試看这个要干嘛？哎，你不要拉人家尾巴会痛。没有，我确定保护好，它昨。天好，给到血喽。哦，我们可以芒就是吃吃看吗？講妞妞講暗香啊，等一下，暗香哦，加軟嫩度又如何？係啊係啊，俺哋下聲音，鐵日白石頭和牛，又哦，人冇人，鐵日白地吼係啊，眼淚肉千應該感覺係按摩，哎，唔怕民族素嘛，因為你經驗要半馬界，金鐘獎報2個，來，交給我係嗎？半二。謝謝。按摩，啊，本身未要啦，要送俾你摸嘛哈。哎再呦，讚，哇，點解要還有點滾啊？就以利亞得金鐘獎的，好，要嘛哈。對哎，總不得打開來等下摸咧，摸咧，半夜10天咯。哦，太開心了吧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們紅隊還是沒有吃到啊。哎，對對對，對，一面來到白貢苗哈，我們一起抬卡傳簽好不好？我們一起好，謝謝，吃吃看。謝謝，好歡迎姐，來來來啊，啊，剩下的牛魔王就給你們嘍。不是盤的，這樣子啊這叫來生。那我們就搬回家了。搬回家那個盤子要問這位，盤子要問這位。傳家之寶，然後睇那個傳家之寶，那係創富挨來的啦。哦係啊，準備帶傳是去。嘿，好啦，等一下哈，讓他不應吃慢慢選，哦，不應慢慢選。還有前呢，我們是先讓你們放鬆心情，來哦卸下警備，這樣。三下來呢，最杯面亞館比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啊。日日來比賽咯。料理逢6點，涼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好，要最杯面一關咯，料理逢6點。好，緊張了，先來出題目，笑成這樣很緊張哎。對，因為有句今日我話嘅做嘅係椒麻嘅，哦，叫媽蓋，等一下，所以制作單位會換的是給，還是叫馬嘞？哎呦可能會變成宮保雞哦。哦，等一下打開都會成為第二組的東西對，的馬要來蓋。選一下食材。好，我覺得先讓紅隊先來選，好不好？好，來猜拳好了。來，跟貴生哥好，來來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你先來選，你先來選。兩張嘅。幫你拿開哦。好，好1、2、3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芋頭，這個椒麻。好，但是我們先不要笑那麼大聲，因為更誇張的還沒來。來，現在換貴生哥來選，你來來選。貴生哥對那個紅而的。家兩張啊，選你張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好啦，兩張好。 1、2、3。哦，血都蓋了。好管哎，這部位怎樣你知道嗎？我們就是大紅大紫，因為芋頭嘛。而且桂英姐今天穿那個紫色，哎，對，體皮了。而且你們評審老師要知道，這麼難的食材，黑狗力助料後生一定要加2分。哎，對最多就是2分哦。對，有心情嗎？有有啦。哦，啊，我們玉玲怎麼沒回答？有啦有。好，趕緊兩組日醒醒咯。有啊。好，馬上就來金行挑戰嘍。緊張誒哦，到大家嘅椒麻嘅啊椒麻布嘅後生呢，馬上就來金行比賽，比賽倒數3、2、
耶，像回事，快起喽！太难了。唔会啦，烤娘呢？唔会可是动啦，挑中听听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哦。其实我觉得酱料的味道有对，基本上应该就不会。如果还有的话，那我要先处理。先烤你鸦片对，好吗？先扣鸦片哦。对。蔡启，我刚才得到一个秘诀。刚刚提供除掉要给中以外，它还有重点。我们要不要这样做？老部位剖后 say go hell。我们备料都备好，对不对？不要切太细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切片。我们要做天妇罗，天妇罗但是呢，所以要裹粉嘛，对不对？对好， ，OK。跟我羡慕你哈，我看起来玉林感觉蓄势待发哦。我家玉林哦，如果不要说在那个芋头啦，椒麻筋烟不又走狗吗？有啦，哎，放心了。有两个关键啊，酒第一个有两个关键，我总得讲。酒那我等一下就要先用那个厨师帮我。我觉得我们剖后 say go hell 备料备好，我们就赶快用厨师帮我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我们就赶快知道什么关键，这样好，那我们先过去看蓝队。要注意啊，给油温哦，而且温混的哦。好，他没有要这样吗？就切末嘛。那个粉线冒一尬了呀，没有。还用会是大大的哦。啊，你没关系，不要讲悄悄话，这里有人对啊，哎，小队长可以讲啦。那我就先按给我哈，好，不是按给亮哈。可以。柠檬鸡他这个人你问他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很棒，50步到100步的差别。太对了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真的是。你走那种手啊，用修，你走那种手到给马杀鸡里。他不敢。试一下好。摸，到底，哦哟，什么？等一下哦，好，你平常有做过要给椒麻鸡吗？摸，可以好什么？一体这白。提白哈，感觉我还没懂 sales。不过凭印象做啦，有吃过就是会走啦。我们这个关键啊，基本上就是稳做，就不会有太多问题啊。我们等一下拍出示刚才腾讯给 CJ 很多，我们把料先圈皮后以后嘞，不要学我们。没有，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小，段因为我们对椒麻这个米食也不太会掌握。尬了皮以后嘞，绕出出来挑米。好，OK，那我们先过去。那孔盖片好啊。怎么了啦？你为什么深呼吸？等一下，没有你，等一下吗？有问题吗？那是不是油温的问题？我们要用厨师帮我了吗？好，因为写马上。等一下，让我这个队长来帮大家一下。我们辣椒切好了吗？酸甜也切好，我们就马上用厨师帮我。你有厨师帮我吗？要不要？直接。还有在总在。等一下，让我先站好，先站好。我在选，两招都走在选，两招都走在选，选哪招？徐师傅。好，谁徐总？选徐师傅。好，先 key 好了哟。等一下，厨师摊。还没，我们先准备一下。借了15秒。哦，计时开始。哇！你等下量50公分，50公分，哈，直接落去泡水，温度下够掉，哈。啊，椒麻，不麻干第二该花椒粒要炼油，然后椒麻跟它立起来，然后又把全部都该油的，好，哈，油的，哈，做酱，哈。好。哇。那油要怎么用？油用该沙拉油脂做的。不是，那个油炒出来的油要干嘛？拌到那个芋头里面，拌熟了哟，用拌的就可以了。跟全部酱一起吗？对，然后这个高丽菜，这个切太大对不对？对，切太大不要。切。啊，这高丽菜丝有没有直接垫到这上面就好？垫到下面吧。对，垫到下面就可以了哈。先洗剪刀嘞哈。继续来做，咩讲哟？那个葱嘞？虫啊！哎，你下总得门哦。虫啊！来，徐师傅，啊！我们不用紧张，我们撒一点胡椒粉，我们来吃这个。虫，好，走在打水鼓走在洗嘛哈，打水鼓走在洗哈。你还没动好洗了哈。你知道你刚有糖豆哈，玉林。红豆嘞。你等下回去不能偷奖哦，公平竞争。不会。那你们要不要吃一口？哦，成哟，要扑出来了，唔怕，唔会拄好，该有该爆个，嘿，成一的，哦，甜的走。先给你炼油，不会冲烧么？那个先枸杞款咱起来俩油肉冇香味咯，吼，俩油肉冇香味啊，
啊，比有小米糕还有张哥弄香梅啊，摸油咧。没有油了，我的油不够。摸用那个热油啊，摸香梅啊，香油。摸香梅啦，奇怪的。来，摸香梅咧。过来。这口改片了，公平竞争，你不能讲。这我们在讲哦。这个要高丽菜丝。哎，对。要走在拱。哎，两木问土呢？等一下，你要等它先高温，不然它会太油哦。好酷哦 ！Oh my god！ 你们有加粉吗？啊，忘记了。对，你们有加粉。 Oh my god！ 那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这一个。天哪！要死掉！我想回去帮我们来洗贴。有。好酷哦！现在怎样？好，等一下，先让给铺平了。好铺平。好。要有pan呢？好，等一下。pan 会做乜噶？pan 会做乜噶？啊，我知道。pan 会做乜噶？哎呦。黏啊。黏啊。可是它很烫呢。它不会走的。走的哈。哎，你们刚油真的有加温吗？有。怎么这只鸡是冰的？温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这样子才会酥脆啊！我第一次笑那么开心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出的题目。最后再给我们1秒，最后1秒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对不起大家，排队。真的很对不起。时间到了，我是请你试一口，不是叫你屌屌。时间到了。等一下，然后你要用筷子试。你教我怎样？等下还总得，它筷子等一下要起泡，筷子旁边要起泡，这样走的。没啦，你也学落去啦。好，那个你一定要让它拼匀，那个粉要拼匀。拼匀。来 ，OK， 拼匀。这个，然后这不用炒下去，这个不行。李野，那个给我那个玩。不要跑太酥哦。可以了，有点复嘞哦。这个油等下是来拌的。哎，那我要这个。你也油呢？啊？你也油嘞？聊地图啊？没啊，你也跳身该。聊。这个油啊，油啊拌。对他们刚练好的。练好的。他没有炒香，谢谢。还可以给我一点花椒吗？没了吗？哎，没花椒了啦。那不是有花椒的油了吗？没有爆香，练的不够。这样子哦。可能温度啦，刚刚温度、时间，所以我说各30秒是对的吧？好，没关系。椒麻这种东西呢，要有椒，有酱，没有麻，我们可以用别的代替啊。比如说自己咬舌头，麻竹笋啊，麻竹笋，等一下这个只要加在一起调。那个辣椒呢？老师切的碎碎的、超碎的辣椒，借我看一下，太大了。我再继续。都悠超级悠，然后把它标进来这样子，还有那个演习也要一起放进来哦。好，就调椒，然后把那个这个就拌在一起啊。你看我们的这个什么高丽菜比芋头多啊？这个可以少一点。对，拌在一起嘛。没关系，接下来就让你们自由发挥。昨天狗血了吗？可以，加油哈！现在都会中佛哈，等一下最后要起锅的时候再拉高温。这是鸡排吗？我可以直接吃鸡排就好。这个有裹粉了吗？这个买用一袋之后。好，一袋之后。柠檬还没弄是不是？还没。嘟一下之后，然后就可以压了。哎呦，本来在盘的。你家那个大碗给爸爸。这是拉的。我的30秒是不是又到了？可以让我过去看一下我的家属了吗？要煮一串盘，要选万块钱。可以啦。可是爸爸等一下一定要菜单，你炒到有花椒味之后才能沥出来。哦，好，一定要炒香哦。好，我去到很香。黄盖片了。好吃咯。好像不够甜。继续不会走对的哦。没有，再甜一点。味道怎样？柠檬没了吗？柠檬都加了，我们还有1颗可以借你们。我觉得我的还蛮好吃的。那你们还要雷梦吗？我们可以分你半扎，可以吗？半扎可以。那我先，你会马上回来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真的哈，真的。我可以帮忙一下吗？哎，你们。B 哦，给转来。你拿柠檬壳给我干嘛？没有，因为他们还没切啦，又长得夹。两腿都冻紧重哦哈。没有了，没有3B 呢。它那个叉子，
俩。到底谁出的题目啦？明珠姐，你吃看，这有酸了吗？还是不够？可以啦。我现在已经味觉麻痹了。哎，这就是椒麻的麻啦。啊，对，这就是椒麻的麻。对，有嘞。有嘞，有点了。哎，我们差不多好了哦。你看因为吃等一下哈，我们先让他们一下，等他们要盛盘，我们再理，我们再才温运气。你要痛心地走在溶洞，可以，地这样咬的。系啊，好，哎，一条边差不多了哈，空该偏了。我发现李佳在尖叫了。好，哎，这是第二，哎，我们刚才没熟，还蛮熟，还蛮熟，所以是都未前河，所以我炸到白哈。哎，除非前后落水啊！厨师帮除非前四步骤。哎，看他给揪嘞！在这。厨师帮我。你看你今天用揪哦。李师傅还没用到。徐师傅哦都可以。圈走的。那我们选李师傅红嘞。来，李师傅了。哎呦，2个厨师的队长哦。先剔红嘞，先剔红嘞。等下可能把汤匙。熟了，历史 OS。蛮快的。来把熟了。哎，你不能做，老师排 C， 虽然你的老师，可是现在不能做了。赖过，你现在不能再做了。 B 一上音停，只能他做而已。张伯谦，只有一个人做而已，不可以。可是我怕他附天呢。那叫他现在关掉啊。师傅，我们的肉关掉。安置谁？好，叫他捞起来吧。对，加油！这个倒掉吗？还有力啊！加油！哎呦哦，快去！一边讲，李师傅讲一下，等一下要做的事。等一下，这个鸡肉把它炸出来，切一切，放在高丽菜丝上面。等下这个酱调好，给你们淋上去。而且这冷了会更吸油，吸油会吸油。等他那个要先那个，我先把它。这会吸油了啦，鸡要把鸡油把它捞起来。这个不要了。好，定好，不要。这个热色的。等一下。我的天哪！你是要手机吗？切鸡排，他现在没法让我切。乌醋有吗？这个是乌醋吗？切鸡排。时间都。用功哎，最后再给我们1秒，最后1秒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很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大家，排队。真的很对不起。时间到了，我是请你试一口，不是叫你屌。时间到了，中1秒。可以。OK，好，现在切鸡排，这样用吧，太刺激了。而且，夹过来，可以让我过去一下吗？来，我有一些事情需要跟我的团员沟通。等一下，一酱油再一点点哦。鸡腿可以借我。这 sauce 吗 ？OK， 好，再一点点就可以。好，好，我愿意唱上一所以他这边谢谢。讲几秒，2秒嘛，我们那边可以讲3秒啊。可以讲，我们刚刚有加乌醋吗？有，可以帮我试试看味道吗？好，这个可以，3秒哦，3。刚刚那个汤匙在那边。你，为什么要放在手上？你手比较咸是不是？不错哈。汤不够。你也意思？不拿汤呢？好，准备有抖熟了哦。这道菜太难了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好吗？抖熟了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下最不面馆太难了，都在那个张海丽的太重谱嘞。好，要做料理真的还挺难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已经懂好吃椒麻鸡，我都在牛耳粥呢。今天我们表演的是另类的做法，因为呢，你是椒麻部位，你听某你是功，而且光是用看的，其实不错呢。很有可能我们今天就创造一道料理，比如说嘛，创造一道新的菜色。好了，这款风厨耶，好吗？好来。好香！哎呦，给做米头，吃这款那喽。什么？款那喽。中了，很棒哦。好吃，卡汁。玉玲姐，好吃。泡到冻成呢。难怪一直开始讲，不要太厚太大。马扎讲，其实不够。按用一点啊。好吃吧？超好吃。虽然有一点出乎意料，可是是好吃的出乎意料。好吃。
好，温色朗最的看呐。第四步，我们都要沾酱哦。好我，们的酱调都浓厚呢，真赢。吃吃看呐喽。好，准备好了哟哈。好吃看啦1、2、3，写下去。开始。哇，哇！吃，浓厚吃。他有在放屁吗？哇，哎，不是，马上破更厉害耶！好厉害啊哈！好用白年哈。羊肉啊，当嫩啊，唔会老啦哈。做嘟嘟红耶。好吃有摸呀种摸呀是吞落去的。玉林知道嘞，好吃，好吃到要讲不出话来了。好吃就跟我们嘴巴的，贵一点，好吃。好吃。啊，讲嘴就讲，咱嘴也好食。嘿，好，按紧咗比赛过后呢，最后面来看成绩咯，提前先向历史部抢分数。不羞不羞。好，然后我下青阳凤七师傅抢分数。来抢公平，跟我讲哈，叶片的椒麻的米丝有较呛酸一些的，你不要选自己调的味道啦，叶片较有花椒的米丝，较因为你有倒进去了。因为人家也很多椒麻鸡嘛，所以一定要有椒老麻的米你丝现在啊。好吧？对，我让我脏哎，好啦好啦，对啦。啊，七师傅有嘛个冇平容嘅想法吗？我的想法，我冇投这一票是讲，佢个个你吃不够。寿司有啊，调酸一点啊，佢个甜味lau个椒麻味头冇出来感觉。他刚赢重口味啊，重口味。较干净的啊，好啦，所以我们本来片的意思，给个酱汁多那2汤匙也通啦。谁放的？我们弟，那你俺弟马上啊。其实这道菜要让观众朋友讲正确的做法，你有发现？好，拜托讲好不下。好？因为很爱出题的，我必须要那讲。你自首了就对了。嘿，刚刚讲从两股要火锅以后，应该花椒我别个香，你挑先该油香少嘞，哦别个香，从一炒，从一条炒个椒盐的意思空中，应该辣椒到笋条，落去炒。哦，他会加用油。啊，一般的酱汁落去炒，炒来最尾统一了是人民酱汁。按蒜条捞辣椒的味道是要出来的。哦，嘿，好，谢哎，谢。讲起来冻简单的，不过做起来前个唔简单呢。我有做过啦，我有做过。好。啊，今日嘅正經係大家都講下來學習嘅，你全部講係牛肉料理，也係講兩個椒麻呢啲嘅菜式，全部都聽。今日成次鳳吹得到1分，南吹得到3分。今年你得到3隻腳嘅加菜機。什麼？好，那要到邊呢？係那個刷烤御用韓國的3件組。啊，這樣怎麼分？一個人分一個。好會可以用卡斯爐嘛，對不對？按用會可以做日式的鐵板烤肉，這樣。好，恭喜！好，而家吼係你嘅時間啊。那當要成手感啦吼，係唔過咧當要感謝阿爸啦吼，因為啲我下啲煮會當好食。冇樣，今日要感謝應該評審審查，係評審審查。還有兩位主持人，還有對方嘅來賓哈，非常感謝大家喺度當中這個學習當中啦。誒，今天有好多東西吼。有好多。椒麻雞，哈，一級棒啊，好食嗎？好食。我問一下最後一個問題，航白卡斯肉雞飯，他們選個椒麻雞嘅區間吼，你們會選擇自己做還是叫外賣？叫外賣。哦，恭喜！quý anh chị要拜參加現在老太家分享一下。大家鄉下吼，當先師啦吼，本來學識啊咧，是問大家。好，恭喜。对，难免有一点失落嘛。真的。对，要硬开心也没办法，因为就是输了嘛。他们跟我们很认真，都对，真的，最后一关真的大家都有拿出100%的这个精力。对，董英成非常厉害。对。好，鼓勵各位觀眾朋友來嚟節目來參加比賽嘅時節，我記得咯，係有挑戰呢。大家除了拿本地來以外，也要帶着一起來挑戰的心情。係啦，其實你們是講啦，咩打西圈球那個椒麻雞可能安困難啦哈。我們每一季都會換師傅，所以不會這麼難。沒有啦，冇啦哈，大不了還有哈嘛個想要挑戰誒。那個挑戰的精神，挑戰的勇者，家家都報名參加咯。冇錯，一家之主，每樣睇起來叫下來報名，等你出現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